对，我现在要借一个循环杯。那怎么借？就是我们先加入好合记的 LINE， 然后我们就是在选用我要借杯的时候，然后之后呢选择你要大气杯或小气杯，那选择了之后扫描。好，它就会掉一个杯子出来。那这个杯子是什么？哼，那叫什么？这是什么？循环杯。给我看一下好吗？好。这边。那这什么材质啊？它是 PP 材质，它可以耐热那个120度 C， 然后可以装冷饮，也可以装热饮。环保局跟麦当劳还有好和气公司，协助推动的这个循环杯的租跟借还的一个站点。那目的呢是希望呢民众呢减少使用这些塑胶杯、饮料杯，透过循环杯的再利用呢，可以让我们的垃圾呢能够再一次的减量。那同时呢，也落实我们的环境呢可以更美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饮食外带外送往往产生许多垃圾。台南市去年开始试办环保外送计划，与外送平台合作，在中西区、东区、北区共有22个店家响应加入，并且设置7处自助借还站，方便民众买饮料前先借用容器，使用后自助归还。今年起，台南市环保外送试办计划更推广到连锁数十店，未来将有更多地点设置自助借还站，市民可以多加利用。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因为疫情的关系，以台南市来讲，我们这几个月的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大概比过去平常时期还要增加39万多公斤的这些一次性的餐具，那也不但增加了焚化炉的这个负担，也增加了对环境的负担。在防疫的条件下，在安全的条件下使用，在完全清消的条件下，能够使用这个循环餐具，我们非常乐观其成，而且非常鼓励。那所以不管是使用店家提供的安全的循环餐具，或者是自己携带餐具，或者杯具，比如说你去买手摇饮，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杯具，这样的话更安全。那很期待大家一起来响应，能够对环境友善，减少这种一次性的包材跟餐具的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花电机会市政总质询，头一天由蔡玉辉、蔡淑慧甲李中琴3位议员拍头阵，以着爱乡、爱土、爱台湾做主题，除了关心台南农产品的产销实行，要求检讨通路以外，嘛甲官员做伙穿上印着台湾水果多样的 T 恤。共同来做推广行销。随着台湾往来伫中国检疫出问题，所以中国暂停台湾往来进口以后，随后就出现了民众熄停农民的行动。对此，议员蔡友辉表示，这款拢是民进党政府反的产销实行，所以充分利用原受压强的做法，临时检讨外销的通路。议员强调，虽然咱是勇敢的台湾人，也有志气，不过敢讲每一档拢爱拜托民政系统透过诚信人数来买，敢是正确方式。咱适客生产5万多吨，咱无生产5000多吨，结果销大量的数量比例无济啊！适客更较严重更较济，咱无也无偌济，发觉袂输，叫我扣咱台湾人扣了足过分。不过比例无偌济咧，我唔是臭大啦敢若叫一间进口公司来买，就超过这钱啊！较有需要去靠压强的咧，
咱台湾人无志气吗？一定要较强的吗？那个讲刺激其实装备唔遮小。市长你要讲，你讲我来。那么蔡议员你讲的真对，但是因为咱台湾真侪，咱台湾是东方果实园的疫区，所以咱小的通路并无介济，需要经过手续嘛较复杂。议员蔡玉辉、蔡淑慧甲李宗诚三个人第二回联合总质询拍头阵，其中以爱乡、爱土、爱台湾为主题，主要关心台南农产品的出路，欢乐土地接受污染。毛在场所官员一人一领穿上印有报道水果的 T 恤，希望呼吁大家共同来支持推广台湾水果。支持台湾水果，支持台湾水果。电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议员蔡淑慧点名经发局长陈凯琳，讲伊口才一流，毋过却定定缀公文。针对议员的质询，嘛是应付。议员甚至爆料，伫中央也未宣布电子邮艺业会当开放进前，局长就曾经讲台南会当偷偷开放，所以议员也对伊的诚信提出质疑。国内疫情稳定，一行业的防疫作为拢放宽，不过电子游戏场甲 KTV 伫中央也未解禁迄时，议员蔡淑慧上午伫总质询就公开点名经发局长陈凯琳，竟然讲台南会当偷偷开放的言论，嘛互伊相当质疑局长的诚信。会中市长吴伟铁则出面回应，绝对无偷偷开放，而是辅导业者防疫超前部署。在今年的9月10号，我们在民治议会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电玩业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以8大行业都能够开放，为什么电玩业不行？我曾经询问我们的经发局局长，他跟我这样讲，他说：“你曾经想过要偷偷的开放电玩业，让他们能够营业？”市长，我想请问你一下，这句偷偷的开放，你曾经有动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吗？我不知道什么叫偷偷的啦。重点是我的想法，我是坦白跟各位议员也说明，就是我们是想说一些前置作业都做好，是譬如说申请啦、去检查啦、防疫计划啦，通通都做好了，然后如果中央开绿灯，我们就可以直接，不用说中央开绿灯，再来申请，再来检查，再来怎样。面对经发局长定压公文，蔡淑慧进一步表达，这是这议员共同的心声，讲伊口才一流，毋过伊安平甲区标准厂房如何处理为例，却是拖刷，质疑碰风无实在。议员伫总质询替经发局长开导，佮讲到市长连任的危机，就是伫身躯边的人。议员要强调的是，市长对市政的用心，才是上好的宣传。对此，市长回应，伊对连任有信心。咱的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因为高雄大楼发生严重火灾伤亡，议员李中琴要求市府爱针对台南消防违规，被列管的50栋老旧大楼，伫平常时就一定爱加强稽查改善，毋是等到发生代志，才大动作的进行消防抢救演练，互外界有作秀的感觉。就因为高雄发生高楼大火严重伤亡，市府消局马上大动作，针对主体甲商业混合式大楼进行稽查甲消防演练，并邀请议员见证甲媒体报道。和议员李宗诚相当不满，有关台南有50栋消防违规列管的，质疑平常时拢无检查甲改善，乃到发生代志才要稽查，互外界有作秀的感受。这是既定行程吗？还是因为城中城发生火灾时，我们消防局才临时安排的？还是说是临时安排的？对，是临时安排的。所以你看嘛，我刚刚说的没有错啊。如果没有重大公安事件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人去重视嘛。不是，我们是动态检讨的。如果没有，要不然怎么会一天一个下午就检查50栋？不可能。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火灾发生了嘛。是因为我们的定期检讨。过去我们所有议员也讲到啊。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公部门先必须
提前去做的事情，没有人要去做。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家才来重视。议员报告好。那说难听一点，那我们请这些官员到底要干嘛？议员让我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那50栋是平常就列管了，平常列管啊，重点是你们平常没有人去重视啊。有，就是我们有去重视，你确定有吗？因为那5家不合格，就是在发生之前我们就检查过了。议员进一步关心安南区国体老旧建筑无管委会项目上下个堆满杂物，烦恼影响到救灾，要求市府重视，持续关心这群弱势居民的消防公安。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随着科技发展，台南市警察局去年3月成立电子巡签推动小组，经过1档外开发、试用甲推广，正式发表成果。市长黄伟哲表示，借着电子巡签运作的模式，不只会当简化签到的程序，而且也符合环保。台南市警察局伫去年3月成立台南电子巡签系统的推动小组。开发台南电子的巡签 App、巡签的管理平台，以及 M-Police 或者是个人智慧型的手机电子感应的方式，取代传统的纸笔的巡签。经过1档的开发、试办加推广，日前举办成果的发表，市长黄伟哲嘛亲自来体验，认为开小小的经费，就会用得到真大的成效。电子巡验系统应该是视为第一个视为这个公文书的一部分，是不会被这个记录是不会消失的。第二个，为了要让警察巡逻更有效益、更有效率的话，因为平常我们过去旧式的巡逻箱有时候会被人家任意的动过，然后有时候刮风下雨，那个巡逻的签名的这个字迹也会变模糊，所以说，我想就使用这个电子巡签系统，对于警方执行勤务会更有效率，而且这个方便性更高。那如果说歹徒想要这个去了解，或是想要去抽这个巡逻箱来知道警察的巡逻的班表的话，用电子巡签系统就不让歹徒没有可乘之机，这个对于市民也是更好的更安全的保障。因此，我们在效益上的考量，在安全性的考量，在这个治安的考量上，我们决定全面启用这个电子巡签系统，让警方执勤会更有效率。市长强调，虽然台南市的电子巡签不是台湾第一个推动，不过结合大数据的会诊加资料平台，功能嘛对咧提升。警察局长方扬林嘛表示，该系统对今年5月底全面来上线启用以后，全市总共有5000多个巡逻点，拢已经改为电子巡签。启用至今，总共有53万多笔的资料，一档不但会用节省60万张的纸本，而且整合刑事、交通等资料库，及时来提供环境上新的辖区治安甲交通的热点资讯，有效来提升执法的效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2021国家重要民俗南昆新大天府五府千岁进香期夜灯演艺活动落咧登场，邀请学校甲夜灯团体，总共21组民俗夜灯进行团成展演，包括文化部处长、市长甲多位民意代表贵宾，拢出席参与，场面盛大。南昆新大天府不但是国定的古迹，而且阁是国家重要的民俗。具有双国家文化资产的身份，为了推展发扬宗教的艺术加文化传承，特别举办2021国家重要民俗南昆新大天府五府千岁进香期夜灯演艺活动。16号上午热烈来登场，包括市长黄伟哲、文化部处长李连全、
以及这位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出席。附近的各种国小，搁一寡重要的知名度的阵头来做义政表演。哦，这是要传承咱的公庙文化，传承咱的义政文化。哦，所以嘛是爱需要咱的政府来大力支持。哦，而且非常感谢咱所有欢迎咱所有贵宾莅临。台南是宗教之都，咱嘛是台湾第一个都市。再过3冬，就要庆祝建城400年。但这400年的历史中间，咱的宗教文化占有上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咱非常欢喜，嘛非常感谢咱昆新大天府对着宗教以及对着艺术、对着文化的注重。加弘扬加发扬光大。我希望我们的代天府现在这个义政的文化呢，能够从国家民俗能够作为国际重要的民俗活动。第二个我们代天府目前已经在建立一个文化美术馆。那我承诺我会全力协助这个美术馆的兴建。让它成为南宁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具有特色的文化美术馆。第三个，北门地区是除了有代天府的美好的观光胜地宗教胜地，但是这里的盐田风光以及有最佳国际级的夕阳的基地在真亚卡。我希望这里也能够将来有一个国际旅游的胜地。南昆新大天府主事5府千岁，原本要伫今年6月初举办的进香期夜店演艺的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10月16、17两天来登场。总共邀请21组的学校甲特色的夜店团体进行展演，并且配合线顶的直播呈现，并透过网络票选。颁发各种类的人气奖。在开幕当天，南昆新大天府当时嘛举办新册发表会，总共8大册，有文化系列台湾第一大册、台南府城巡礼回乡，以及走读、导览甲艺术等装书。台南新闻员跟采访报道。科技音乐图书馆的信雅古典音乐珍藏专区正式启用，市长黄伟哲特别到现场，透过连线感谢伫美国的观众者叶思雅、医生洪阿宝，将因所收藏的4000多件黑胶唱片、甲6000多件 CD 捐赠予咱台南市。15岁上午，市长会体协同文化局长叶泽山来到科技音乐图书馆，参加信雅古典音乐珍藏的专区的启用仪式。会长特别用网络视讯的方式，伫甲美国的叶思雅、张新辉阿母表达感谢。叶秘书阿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委托严成章先生阁有劳动额，嘛是经卫生署长李明亮医师代表参加。市长透过视讯和叶秘书洪阿母和台湾的代表做伙见证启用仪式。今仔是非常欢喜，有这个荣幸来代表咱台南市184万市民来接受咱叶医师甲陈抗理咱的张医师的捐赠6000几台的这个黑胶的刻盘唱片，以及4000几台的这个 CD， 这拢是叶医师因非常宝贵的这个值得珍惜的这个收藏品咱遮伫考照纪念音乐图书馆的时阵遮这个图书馆有足侪的这个咱的音乐的这个收藏品。咱即摆现主是台南市嘛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台南国际音乐节邀请咱足侪咱台湾杰出的这个主题伫国际上有名的主题来参加，这点我是非常感谢咱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叶秘书自细汉就非常的喜音乐，对代病院完成妇产科医师的训练了，就带着家人到美国来进行研究教学，嘛曾经担任爱因斯坦医学中心的妇产科主任。叶秘书洪阿母共同的兴趣就是音乐。
逐摆若运的时阵，得甲太太去欣赏音乐会，或者是收集古典音乐的曲盘。叶医生嘛对栽培伊大汉的台湾有真深的感情，所以最后决定要甲伊一生所收藏的古典音乐曲盘甲 CD 拢总有万几件，转手捐予科学音乐图书馆。这季以上啊，阮的心也伫台湾，所以我感觉讲，若有可能这宝贵的收集会当送予台湾，阮上欢喜。啊，互少年人会当分享阮这好的音乐。啊，鼓励因爱古典音乐。啊 ，Chris 真好，伊甲我答应讲，伊去转去台湾要探听看卖。啊，结果伊转来甲阮讲几落位，总是阮决定讲，阮这物件要送予台南科学音乐图书馆。啊，我无想讲这个代志2年后，阮的梦已经实现啦，我足欢喜的。我感谢台南市。各市科学音乐图书馆真诚意接受阮的收集，啊，成全阮真侪年来的心愿。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为2017年开始举办台南新时代之歌创作音乐会，希望鼓励创作者用歌曲来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台南印象。今年迈入第5届。参赛作品是一档比一档较踊跃，统计已经累计有473首的作品参赛。有没有一片草原无边无际？举办迈入第5届台南新时代之歌创作音乐会，邀请到全国创作者结合文学甲音乐，为台南创作出属于家己这个年代的歌。回顾历年的得奖作品。为2017年旧电影，2018年趁少年，2019年你叫什么名？2020年老伙仔，每一首创作拢展现出人甲台南这片土地情感。台南新时代那创作歌曲的这个演唱会，除了许多这个非常优秀的杰出的我们歌唱工作者，那最重要是能够这个演唱创作歌曲。那其实我们在想说，台南到底用什么歌曲来代表？其实为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也盘旋很久。那我们希望说，从许多蛮多的这个创作歌曲中，能找出有台南味，或是能代表台南，或是说台南人喜欢的，或者说许多我们的创作歌这歌曲创作者能够希望说把这首歌跟台南结缘的为了让更多人听到2年来台南新时代优秀创作，市府也向文化部争取经费。12月30日下晡5点半开始，将伫咧永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举办新歌演唱会，由历届台南新时代得奖人甲今年的首奖者同台演出，并会邀请到歌手徐佳莹、魏如萱、阿宝、高尔宣等多位歌星上台献唱。活动精彩好听，市府文化局欢迎大家到场来听歌。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